来关心进前有台语团体发起要甲闽南语正名做台语的人士，针对着这个议题，教育部伫咧立法院备询的时，是一直拢无正面的回应。不过，即马总算有提出书面的报告，表示讲会先针对非课纲的业务来甲闽南语改掉。也若牵涉到课纲的部分，是爱搁经过课审会讨论。也若台语团体甲立委是呼吁教育部唔通搁闪嘛，莫搁拖。 2022年的时候，教育部长在这个地方就承诺立法委员要来进行盘点，已经给你们2年的时间了，你们已经延宕2年，所以2周之内完成教育部的盘点，就台湾台语要证明使用的部分。 6月初6日，立法院针对闽南语要正名做台语的议题，民进党立委吴派亦指出，2002年教育部早就有承诺讲要研究甲协调，2年过去教育部所要是无实际行动。不过，即马教育部总算有书面的回应，拍算要先对课纲关联性较低的业务来改。8月底进前，咱教育部家己内底的咱的公文，佮有咱这个网络顶悬的词典，都会来完成台语的正名。这我感觉讲这是第一步啦。过来就是咱的课纲，咱的课本，这要经过课审会来讨论。 针对调整台语名称的规划，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报告，指出会照文化部进前公布的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建议用语，包括台湾台语、台语和台湾闽南语混做非课纲甲课纲2阶段来修订台语的名称。其中针对课纲的部分，要搁来研究讨论共识。不过，要发起台语正名的民间团体是认为，照文化部进前的调查报告，社会早就已经有共识要叫台语。 就会当一步一步来，阮也是感觉有肯定啊，感觉足好诶。毋过，阮伫遮是想要请求课纲小组，因着爱尊重大部分台湾人，就是认为台语就是叫台语的属性。啊，所以因讲要去追求共识，阮是感觉讲其实共识已经有啊，就是叫台语。 根据教育部的书面报告，文化部打算伫7月至10月召开国家语言发展论坛，其中会讨论台语名称的议题。教育部表示会积极参与，后续课纲会根据文化部的建议来修订名称。也若民间团体是呼吁教育部针对课纲闽南语要正名做台语的诉求，莫阁闪避甲拖延。立委嘛表示会继续监督教育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